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毓民踢爆》。今日咧要繼續踢爆呢個泛民主派嘅黑金政治。根據嗰份機密檔案披露咧，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亦都先後喺13年6月、7月同埋14年嘅2月分3次合共捐款350萬元咧，俾呢個陳方安生前政務司司長。而家呢個所謂2020嘅召集人啊嘛，陳太咧就拒絕證實，但係都冇否認。咁但係因為黎智英都認咗㗎啦，係咪？咁佢話因為呢個陳太有一檔嘢啊，就係嗰個2020嗰個組織啊或者智庫啊。咁陳太咧民主阿婆咧就同民主阿伯咧去完美國、加拿大，又去英國。最近去英國咧，又受到冷待。原來李柱銘作為呢個資深大律師咁搭水，佢一樣有收呢個黎智英嘅錢，係咪？呢兩位過氣嘅所謂政客，係咪？去收黎智英錢啊，公眾咧就似乎無從置喙，係嘛？咁但係佢哋喺呢一個所謂民主政治嘅發展過程裏邊，係嘛？喺度翻雲覆雨、指手畫腳，係嘛？咁係咪要向公眾交代一下咧？係咪？喂，你做政務司司長，咁呢個算唔算係延後利益咧？係咪應該要交代一下咧？係嘛？至於李柱銘同呢一個所謂黎智英兩個人行係一氣，咁呢個亦都係眾所周知嘅事實，係嘛？講到李柱銘作為一個資深大律師，是非不分，係嘛？即係所謂是非不分，就係講翻同我有關啦。佢喺呢個黎智英即係同泛民嗰黑金政治、黑金交易嘅事件曝光之後咧，佢咧喺嗰個明報竟然有一篇文，嗰篇文咧就係即係針對黃毓民。嗰篇文嘅標題咧就叫做蘇亞雷斯與黃毓民。咁成篇文章嘅意思咧就係話咩咧？我讀一段俾大家聽下。佢話近年公眾喺電視上看到的黃毓民總是青筋暴現的罵人，在議會裏投擲物品，令市民忘掉了他實在是辯才機智並博古通今。而這些年來，黃毓民對民主派所造成的創傷，乃是中共無法做到的。只因民主派跟中共敵我分明，因此中共的抹黑難以影響到民主派。可是黃毓民卻是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但其激進行為的矛頭，有時卻不是指向中共，而是針對立場相對溫和的同盟。他這般顛倒敵友關係，使中共能坐收漁利，豈不是親者痛仇者快嗎？另外仲有一段，蘇亞雷斯與黃毓民在各自領域都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將，無奈卻同樣是衝動起來便無法控制自己。蘇亞雷斯終須為其犯錯道歉，至於黃毓民又打算如何控制自己在立法會內的情緒呢？目前特區的民主發展正處於生死關口，民主派的團結及凝聚市民的支持皆非常重要，所以委實承受不了失控行為的損傷，係嘛？跟住黃毓民你實在不能再癲我。引述呢兩段，呢兩段咧就係對小弟係一個抹黑，係嘛？喂，我一個人有咩本事去重創呢個民主派咧？請問係咪？喂，團結關我咩事咧？我哋係為相同而團結，不是為團結而相同。你民主黨2010年我哋推動5區公投嘅時候，你抽我後腿，係嘛？司徒華同埋民主黨係咪？拒絕參加呢個5區公投，不得已仲要杯葛5區公投，同建制派一模一樣。我都冇話你同建制派狼狽為奸，益咗共產黨，係咪？在此之前，喂，即係跟住你又利用呢一個所謂反對5區公投，就同共產黨密室談判，跟住就支持呢個政改方案，係咪？出賣呢個民主派嘅選民。經過嗰一役之後，小弟不斷喺選舉裏邊追擊民主派、民主黨，係咪？2012咪得返4席咯，呢個就叫做重創利是，但係呢個係選民嘅決定，係咪？你唔講，你是非不分，顛倒黑白，係咪？
今時今日，你係為黎智英、為呢個泛民主派去抬轎，係嘛？然後打壓我哋呢啲推動民主、真正推動民主嘅人，係嘛？根本就無恥，係嘛？正話呢兩段咧，我係另會寫文章駁斥佢。不過同日喺網上有一篇文章就係二次創作，佢講明本文為刊於7月22日《明報》由李柱銘撰寫的蘇亞雷斯與黃毓民之二次創作，用翻佢同樣嘅語氣，係嘛？嗰條標題就叫做卡斯拿斯與李柱銘。李柱銘就寫一篇叫蘇亞雷斯與黃毓民嚟醜化抹黑我，係嘛？咁但係呢一位網友咧就寫咗一篇卡斯拿斯與李柱銘。嗱，我頭先引述嗰兩段咧，即係佢成篇文章佢都係照足呢個即係李柱銘嗰篇咁嘅文章，即係二次創作嘅。咁不過就將呢個蘇亞雷斯就換咗卡斯拿斯，係嘛？呢個黃毓民咧就換咗李柱銘嘅啫。咁頭先我引述嗰兩段咧，咁佢就咁樣講嘅，照樣㗎，係嘛？佢話近年公眾在電視上看到的李柱銘總是聲稱自己為港人發聲，在背後卻失去理智地向黃毓民放箭，令市民都忘掉了他實在是辯才機智的大律師。而這些年來，李柱銘對激進派所造成的創傷，乃是中共無法做到的。只因激進派跟中共敵我分明，因此中共的抹黑難以影響到激進派。可是李柱銘卻是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但其連番言論的矛頭，有時卻不是指向中共，而是針對立場相對激進的反共者。他這般顛倒是非，使中共坐收漁利，豈不是呢個係粗口嚟嘅即係我唔引述啦卡斯拿斯與李柱銘在各自的領域都是昔日都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將。我要講卡斯拿斯係西班牙國家門將，係咪？無奈卻同樣是英雄遲暮，而不是最當打的自己。卡斯拿斯終須為其犯錯道歉。至於李柱銘，又打算何時放棄對黃毓民放暗箭呢？目前香港政改正處生死關口，爭取公民提名嘅時候要立場鮮明是非常重要，所以激進派委實受不了偽民主派拖後腿的損傷，大莊你實在不能再退化。嗱，呢個就係用翻李柱銘即係抹黑小弟嗰篇文章同樣嘅語氣不過咧就對李柱銘咧就進行呢個批判，係嘛？嗱，李柱銘。即係我自己覺得佢譬如話去英美即係黑凌於外國人，咁大家可能有啲唔同嘅睇法，係嘛？或者佢嘅政治立場，咁大家都知道佢係民主派，係嘛？係民主黨嘅創黨主席。但係佢離開呢個政壇之後，佢自己捫心自問，對香港民主有啲咩貢獻咧？除咗日日同肥佬或者係密針，係嘛？點樣去搞我哋呢啲激進派之外，喂，仲有護短。你民主黨做咗咁多衰嘢，係嘛？你喺度護短，每一次都係嘛？對我哋，你就係將我哋嘅缺點放大佢，唔係淨係我啦，成個激進派係嘛？即係有啲選舉恩怨喺呢啲節目度咧，我哋就冇必要去講，係嘛？但係事實上，佢係想影響成個選舉結果嘅。黎智英同李柱銘都係喺2012年，小弟帶領呢個人民力量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攞到18萬票，係咪？3個議席，係咪？咁梗係會抵消咗佢哋嗰個影響力㗎啦。咁但係呢個係選舉嚟㗎嘛，係咪？點解當時2012年人民力量加埋社民連兩個激進派可以攞到27萬票，而啲民主黨一直以來都係呢個民主派嘅第一大黨，你竟然得4席攞24萬票，係咪？呢個係香港選民民主派選民嘅選擇嚟嘅，係咪？你而家抹黑別人，還唔到自己清白嘅。你李柱銘，喂，頭上有光環嘅，以前係咪？你係民主之父啊，大佬！喂，而家係年齡與智慧成反比。你睇我頭先引述嗰篇文章，仲有較早之前我掟隻杯，係嘛？佢竟然叫我道歉，同民主派道歉啊，幾荒謬嘅一件事！
話我轉移視線，影響佢哋嘅民主大業，因為有79萬人電子公投，係咪？哇！我掟隻杯就轉移視線啦，咁厲害。跟住佢話我掟呢隻杯係有利共產黨。我想問黎智英掟錢係咪有利共產黨咧？喂，黎智英掟錢係當然有利共產黨嘅，因為你令到泛民呢一班人嗰個道德形象下落，係咪？變成不堪嘅政客、貪錢嘅政客，係咪啊？收咗錢又唔申報，全部由所謂民主派嘅所謂大將或者英雄，係嘛？香港人好多投票俾你，盲目投票你俾呢啲民主派政客，認為你係為香港民主即係去奮鬥，為香港人發聲嘅，係咪？結果原來你呢班人全部都係垃圾嚟嘅，係咪？咁係咪共產黨即係對共產黨最有利嘅？客觀上係咪？因為由你呢一個所謂捐款4000萬，或者養住呢班人，然後呢件事揭發咗之後，呢班人嘅形象下落。嗱，最可惜就係一個長毛，長毛都係一個英雄嚟㗎嘛，都係一個人民英雄嚟㗎嘛，好多人心目中係咪先？但係佢收咗呢100萬之後，佢呢個人民英雄嘅光環就已經冇咗㗎啦。更何況長毛係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甚至係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你係左派嚟嘅，你收一個大右派嘅捐款，你點樣去你嗰啲徒子徒孫係嘛？呢一班左膠去交代咧？呢個就真係非常之可惜，係咪？你交代唔到嘅，你係左派，你主張全民退休保障、最低工資，所有你啲主張都同黎智英相反嘅，係咪？俾100萬就已經搞掂咗你。當然唔止100萬啦，係咪？之前陶君行都攞200，係咪？喂，大佬，其實你長毛企喺街度都可以籌到100幾十萬嘅，好似上次坐一個月監，咁7·1佢哋就籌咗成100萬啦，係咪？佢就整一張海報就係佢俾人落孖葉咁，有個龍咁就有100萬㗎啦。嗰啲捐錢俾你啲人，而家情何以堪咧？請問係咪？唔係唔可以收政治捐獻，我亦都信得過長毛收咗啲錢唔會中飽私囊，但係唔啱數，係咪？政治唔係咁樣玩嘅，係咪？所以如果用李柱銘嘅邏輯，我掟隻杯就轉移視線，有利共產黨；我追擊民主派，係嘛？喂，選民嘅抉擇令到佢喪失一啲議席，呢個又叫有利共產黨嘅話，如果按照呢個邏輯，咁今天揭發咗黎智英係養住呢班泛民主派嘅議員，係咪？令到呢班泛民主派原本嗰個道德形象敗壞，係咪？咁係咪益咗共產黨咧？又係咪？所以呢一種咁嘅邏輯係好荒謬嘅。正如人哋質疑黎智英捐錢俾呢啲泛民主派，或者調轉頭質疑呢啲泛民主派做咩收咗黎智英嘅錢又冇公佈，係咪？竟然嗰啲即係親民主派嘅媒體啊、名嘴啊，竟然夠膽不辨是非、顛倒黑白啊，用一啲臭蟲論嚟比較，即係話民建聯都有收錢啦，民建聯有收錢係梗嘅啦，大佬佢係爺養噶嘛，佢係咪？個個都知啦，係咪？即係佢衰，你就同佢一樣咁衰，咁你嗰個道德形象咪敗壞咯？你唔係講你係民主鬥士嚟嘅咩？點解啲民主鬥士會淪落到呢個地步咧？所以如果用李柱銘嘅邏輯，係咪？黎智英同泛民之間呢啲咁嘅黑金政治，你係令到泛民臭不可聞，係咪？泛民臭不可聞，支持佢嘅人會減少，對邊個最有利啊？梗係對共產黨最有利啦，係咪？呢個就係李柱銘嘅邏輯咯，係應該要咁樣講，係咪？所以即係回頭睇下咧，即係都係好悲哀嘅。香港人過去即係投票俾呢啲人，係咪啊？跟住佢哋嘅所作所為，大家可以睇到，有啲人有啲歪論，支持民主啊，有咩問題啊？係咪？咁人哋可以話我支持愛國啊，有咩問題啊？係咪？支持民主，做有益嘅事，呢個係肥佬黎講嘅。但係你支持呢一班泛民主派，或者你養住呢班泛民主派，對香港有利咩？係咪？你走去街問10個，10個都話俾你聽唔係啦，係咪？
我哋呢啲只不過係安徒生童話裏邊國王的新衣嗰條僆仔話俾你聽啊，泛民主派係壞人嚟嘅 ，OK 係咪？即係個皇帝冇着衫嘅，你啲人死都唔肯信，係嘛？咁到而家都唔信，我就真係救你唔到啦。